喺珠海想要買近澳門嘅，如果今日呢個你仲覺得遠呢，我勸你直接住澳門就算啦，只需要對面澳門1/3嘅價錢，你就可以立低珠海市區呢度豪宅單位啦。橫廳嘅設計冇任何嘅過度浪費啊，妖人嘅大廚房3件套都係用西門子嘅，110個方呢，整咗西房2廳2衛嘅設計，全屋帶豪華精裝交樓，用嘅大金中央空調，包括呢啲電視背景牆都係交付標準啊。翻到港珠澳關口同埋拱北關口呢，講緊都係幾分鐘嘅車程。套間個設計最重點嚟啦，依家發展商仲有低首期政策，只需要俾10萬蚊個首期，你就可以搬入嚟住啦。